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2月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届两家文兴店做招文化季系列活动，将伫咧12月8号盛大来展开，为期1个月做招文化季内容丰富又个精彩。除了日前伫咧市区出现举办关帝爷讲座以外，也有邀请到国际大师所画关公3D 立体画。也欢迎所有民众做伙前往文兴店来去参与。为伫两家文兴店一直拢是台南知名关帝公信用庙宇，今年的做招活动以文化季的方式来盛大举办。庙方除了传统的仪式以外，也特别找来国际知名的3D 立体画家来制作以关公为主题的立体画作。7号下午也特别邀请到新营市长黄伟哲甲市湾区理事来欣赏这精彩画作。伫咧启动仪式过后，也象征这届活动正式开始。为期近1个月的一起同享龙旗喜建教文化季的活动就要正式展开。国际 3D 地景艺术家赫特先生为过关斩将 3D 画作筹备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这一创举一定会在东西方的艺术界、宗教界留下历史性的记录。12月8号建教文化季的开幕活动，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表演，有放天灯祈福、沙画艺术、先进水灵、绽放文痕及艺人彭恰恰与许孝顺的精彩演出，替塞水玲珑老烈的表演开演哈，欢迎大家一起到龙旗文人店。龙旗文人店从事社会公益，从事艺文推广，从事文化生根，都有很卓越的表现，而且有很好的成就。每年关帝爷生的时阵，在这边我记得来的时候，从500桌、600桌、700桌、800桌，愈来愈多人来敬向关圣帝君地上最高的敬意。我想这也对于弘扬忠孝节义有足重要的意义。庙方也特别伫咧8号下暗安排彭恰恰甲许孝顺的替塞谢玲珑以及放天灯、火舞的表演等丰富的活动。加上精彩的3D 画作，相信将会当吸引到来自全世界游客的眼光。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千万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到文兴店来行行。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瓜果园经过真济档的拍拼以后，建立了独一无二的韩籍品牌。7号即天伫咧关庙营运总部举行典礼，邀请代理市长李梦燕以及侪贵宾做伙出席典礼。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也表示，瓜果园成功将食物、农产品转型升级成为健康的食品，也请了真侪阿公阿嬷来做工课，互因活了真有尊严，是一个优质的社会企业。瓜果园关庙区新抢土地总面积大约4000坪，投资约7亿来建设，预计明年年底就当来完工。伫咧完工过后的园区，包括着营运总部的大楼、原料处理厂、加工厂等等，会当将产值甲产能大来提升。预估一档会当生产8000公吨的韩籍相关产品，增加5亿的产值，也当提供大约200个就业机会。营运总部的厂区呢，占地面积大概1.2公顷，那它是刚好坐落在我们新化跟关庙的交界。那我们瓜果园原本就是以一个制造服务为主的一个，就像台湾的台积电一样，它就是一个制造还有服务的一个功能。那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产能跟我们的量能，还有我们服务的能力再继续向上提升。那我们现在锁定的话是以
如何外销台湾的地瓜。好，那因为过去已经有一些市场，我们已经有生根在这些市场了。那我们希望加深这些市场的耕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地瓜用更高的规格提供给世界上所有的消费者知道，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的地瓜是最好吃的。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也亲自到现场，并表达对瓜瓜园的肯定。俄罗伊是一个优质的社会企业。嘛爱配合就是咱照顾农民，所以咱台南就有将近500家的契作，伫全国有1000家的契作哈。这互咱农民可以安心的耕作，有一个稳定的通路，稳定的这个销售量哈。所以这我咱爱感谢咱区党伫咱遮照顾农民哈。第四就是你嘛是一个社会企业，安怎讲呢？我会去。区党捌甲讲，你内底请足侪阿公阿嬷，阿公阿嬷去倒洗番薯，安怎开讲，有一个义娘啦，所以遮阿公阿嬷毋免带囡仔伸手，就有收入，就会使互逐孙互发压岁钱啦，互迄个，所以迄个活得很有尊严，那来遮工作得很快乐，可以使交朋友。瓜瓜园董事长曲木成也指出，创业以来一直秉持着感恩、珍惜、善解理念，来延续着瓜瓜园的文化，希望会当成为番薯产品的第一名。对着未来3档的目标，就是希望将番薯来变做台湾的特色产物，推向国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12月5号是国际志工日。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每一档拢会趁这个机会表扬全台南市的志工朋友，感谢因对社会付出甲贡献。勉励志工朋友的同时，也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更加踊跃来担任志工，打造志工大台南。活动一开始由7个树林社区的个人志工以排好阵的表演甲开序幕，因为12月5号是国际志工日。所以市府拢会伫这个时阵来举办着全台南市志工的表扬。7号上午伫咧市府来举办着盛大的优质志工甲团队的表扬。副市长徐汉清也亲自来出席，感谢全台南市的志工因的付出。会中也有侪位局处的首长手握着水果，将向前志工的线倒入去台南的地图当中，向前要将台南打造成为志工大台南。伫遮要代表市政府甲大家说多谢啦遮尔大家遮尔热情无私来奉献咱的这个时间做出真济对咱所有的这个民众朋友真济服务实在非常无简单，嘛爱伫遮向大家说谢。最高龄的81岁的长辈是我们的银发志工，非常好的一个代表。那我们现在各局处都协助我们在推动银发志工，那这个是中央的政策，那也是我们地方希望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那因为银发志工他来参与，可以健康促进，然后可以这个又健康又快乐的在我们社区里面来生活。现场除了颁奖以外，也有举办抽奖活动，由各单位准备丰富的礼物，要送给现场的志工朋友，感谢因这一冬来打拼。咱的城市即马有高达56000名的志工，市府嘛希望有较侪民众来共同参与，让大台南成为一个更加热闹温暖的社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咧新建路的林兴道，过去因为路边种了真侪丛菩提树作为路树，但因为风伤过强，吹倒了10几丛。即马市府运用经费伫咧当地做林兴道的改善，但是将路树挖开的部分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安，向议员林美燕来定情。5号下午来到现场会勘，希望干务局会当确定工程无任何安全的问题，才继续来施作。会使看到位伫新建路路边种了侪侪菩提树，但是因为遮个路树伤悬又搁千斤，所以过去风伤透或者是风台的时阵，定定会被吹倒去。现在拄好市府咧做人行道改善的工程，将路树的孔挖开，安尼嘛造成当地民众的不安，认为安尼有安全的问题，并向议员林美燕定情。5号下午，议员嘛会同工务局到场会勘，
并希望会使先暂停工程。那整个工程里面，我们有看到，因为两侧的行道树，因为已经也蛮高大的，那它在整个工法上面，让住户觉得有担忧啦，因为菩提树的树本身就比较浅一点，那树屑的维护上面，那他觉得说在根底部好像有比较浅一点，未来如果台风来的话，是不是会因为这个样子，风力太大，然后下面基底部不够稳的情况之下会倒，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要求了相关单位、施工单位来到现场看，我们要求施工单位在树屑的部分暂缓，我们请了这2天请比较专业的人来看，那个工法是不是有危险性？如果有危险性的时候，怎么去做个补强或者做个配套措施？那当然，如果没问题呢，继续施工。所以，但是我想一个正确的工法是保障地方上的安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会后工务局嘛表示，这2天会先暂停施作，等待专家的评估无安全的问题后，嘛会继续施工。如果有安全上的顾虑，嘛将会做安全性的补强。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2段开车门啦，2段式开车门，2段式开车门，2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国立交通大学今日发表了全国第1台的农用自驾车，未来将会替台湾的农业加入创新的元素，利用到先进的 AI 影像技术，实际运用伫咧农业这方面，要来打造台湾成为国际级的农业科技国家。可以轻易的定位，它是设计在山坡地果园的一个作业。国立交通大学广电学院将先进的 AI 光学技术整合到农用的车辆顶头，将原本使用柴油的引擎改装成为全自动的车辆，并且结合到 AI 影像技术，会当来辨认有害植物，佮搭配着雷射，也佮会当除杂草啊。这台台湾独角仙1号，即马运用伫咧农业的用途顶头，也互国际看到台湾农业科技的实力。过去要是喷的这个农药，现在是不是能够经过光电的 recognition 啊，能够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病虫害？有什么物理的方法，用光的方法，用音波的方法，用等等的方法，可不可以不要来 contaminate， 就是不要把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啊，把它破坏的酸化的或者是硬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物理的方法来轻轻松松的来把这些病虫害能够管制，能够用不同的创造不同的这个 photonic， 就是光电的这个环境，让果实长得更美好更健康。在农业的方面呢，我们是责无旁贷。我们交大这个光电既然已经在台南生根的话，我们就在这边茁壮。割草本身自驾车可以用在这个领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潜力那么包括农业的，比如收成比如稻米的收割，现在也都是要人工那么我觉得如果未来可以用自驾车，我觉得这些都是，而且这样的农机这个割稻机自驾车，那免行一直路会行还要防止被撞因为它在农田里面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领域都是在台湾非常有潜力，那也有机会推展到国外。无论是爬行、落山，或者是螃蟹倒转来，台湾独角仙1号全部拢轻轻松松地来过关。科技感的功能电视，佮加上古水外表，
也让国内外来宾拢感觉非常的精彩。相信在未来，台湾的独角仙一号一定会当在国际引起大大的注目。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即马来到新华国小，会当看到校门色彩丰富的彩画，即寡拢是由着校内21位6年的学生亲自用油漆甲画笔开了1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让原本真死板的校门变甲美丽又搁活泼。新华国小的校门充满色彩，这拢是校内学生开1个月亲笔创作，对着学生的表现。校长也感觉非常骄傲。当初也是一个突发奇想，因为学校刚好有油漆工程，看到我们的大门就是一片这个灰色的，想说如果可以给它活泼一点，所以我们就如果可以找小朋友让他活泼一点，把它画一些图案上去的话，那应该效果会不错。所以有这个想法，就拜托老师我们老师帮忙协助把它完成。那这是这样子，现在的呈现现在的作品了。用到这一个一个油漆色彩来画出充满创意的校门，这嘛是囡仔伫咧成长当中难得的体验教育。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率先全台湾引进上界新的医疗科技仪器超弧刀，比着传统的电脑刀，会当更加精准来锁定肿瘤的位置。对着脑部有肿瘤的患者来讲，是一大福音。用着高科技的定位方式，对360度去锁定人脑内底肿瘤的位置，然后再来进行上界完整的治疗。这就是基美医学中心即马引进上界新的医疗仪器超弧刀。伊上界大优点就是会当兼顾精准放射剂量的投射，以及确实来保护着正常的组织。这样的特点的话，它在这个放射治疗的剂量的分布有相当好的优势。那它可以增加这个肿瘤的包覆率，也可以减少这个正常组织的剂量，然后达到减少副作用，增加疾病的控制率。电脑刀的差异的话，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主要是剂量上的分布，它可以达到更优化。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它治疗的时间也大幅缩短，大概1/3以上。伫咧接受超弧刀治疗了后，病患麦太太病症也明显改善了真侪。伊今日伫咧翁婿陪同之下出席，见证这项新医疗科技的优点。那时候电脑刀就是做的时间都大概差不多半小时左右啦。那每一次大概都做15个疗程，要做15次啊。那做一做回去也是怎么说，就是还是会有呕吐的现象啊。那大概差不多半年还是8、9个月才有慢慢的手才有办法慢慢的动啊。那做这个的话，它就是大概差不多5次，每天做5次而已啦。那大概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就做完了。那恢复的状况就是像现在你们看到这样，就是都很正常的啊，手脚什么要做家事什么都没问题这样子啊，嘿啊，就是使用2个的不一样的感觉啊。有了超弧刀这项新的科技，相信基美医学中心将会当帮助较侪脑部有肿瘤的病患早日来好起来。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为着要提升新晋医师心脏救命手术的成功率，开了数百万买了一套临床的模拟系统，提供新晋医师甲护理人员进行训练，让这寡医师会当更加熟悉来掌握到急救的知识，提高急救的成功率。临床模拟人是一种进阶式的模拟系统，会当提升基础以及进阶生命知识的训练。讲师会当利用这个系统真实的模拟情况下，针对学员或者是团队合作的技巧进行有效的训练。学员会当经由观察临床模拟人的生理监视器，解读心理状况，完成活动时的学习。模拟真人来帮助训练者他可以提高学习到那个高级心肺复苏术。那一般在学习这个系统的时候，以前是那种安妮他直接在上面操作而已，可是他没有涉及到那个
血压啦、心跳啦，那一些变化。那这个它可以模拟真人，那它有配合电脑系统，可以就是调整它的心跳啦、血压，那一些可以去做变化。那甚至设计这种程式，可以说如果受训者他做了一些处理给了一些药物之后呢，那如果给对了处置，那我们就可以让它设计让它变好。那但是他如果没有做到正确的处理的话，那可能他就这个程式或者是这个病人的状况就会一直就是一直没有恢复。借由临床模拟真人结合病房护理师以及标准病人的训练，不只会当提升 PGY 医师高级心脏救命术的驾下成效，更会当提升病人的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嘛会当减少医疗纠纷，互病院以及患者双边拢更加有保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多云，温度20度至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来收看12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